港珠澳生活圈，中山點樣成為香港人置業嘅新熱點呢？今日同大家睇4個小朋友都買得起嘅低首期筍盤啦，首期只需要3萬蚊起。咁同大家介紹第一個樓盤咧，係位於中山嘅城區，5分鐘咧就可以到中山北站啦，45分鐘咧就可以到珠海嘅拱北，首期只需要3萬蚊，精裝現樓交付，送一個產權車位俾你，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啊！咁第二個樓盤咧，最接近深中通道啦，24年通車之後咧，20分鐘就可以到達前海噶啦。香港咧經深圳過嚟咧超級方便，以深圳1/6嘅價錢咧就可以買到啦。首期只需要5萬，送裝修同埋2年嘅物業管理費，真係抵到不得了啊！咁我哋睇翻第三個樓盤咧，係專門為港澳嘅業主嚟打造嘅，翻香港咧只需要10幾分鐘，係香洲嘅1/3嘅價錢，首期咧3萬就可以啦。發展商咧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你，仲可以望到超級靚嘅湖景啊！咁第四個樓盤咧係位於翠亨新區偉人孫中山嘅家鄉，咁咧有孫中山故居啦、顯示城啦、崖口啊等等比較出名嘅景點啦。咁去深圳咧或者珠海啊，都係半個鐘之內就可以輕鬆到達啦。首期都係只需要3萬蚊，一樣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你，主打一個親民嘅價格咧，享受性價比同埋便捷嘅地理位置。咁睇完之後咧，想知道邊個樓盤最適合你咧？即刻評論區留言私信我哋，跟我一齊去睇樓咧，我哋專車接送你。